无透过学道，才会台慢慢啊站了去啊。若无透过道，无透过学道来修道，后天修就会摒弃一个无法度通生无去。所以圣之有圣，是学就是站。所以大学讲通之宽明远，过一心又一心，作心灵。通之宽明远。伊讲我逐日咧洗一个身躯，我心有咧洗无，这个上重要。所以为道是圣，圣之有圣。伊讲过一心又一心，作心灵。要怎话？我为要做一个新的人，对一个上心，伫西方对外的时阵，迄个上心，来遮会念念着，骹做一善，所以爱洗，无洗袂清气，所以就是经人讲，以己无为，一下做一下做，做甲无可能袂通做，做甲无不让人做。安尼呢，无为而不为，到个时阵自性流露出来，你就自自然然会去做这个圣地工课。所以将古至今的修道书，加以遗存条件，将古甲今仔日的修道书，拢具备这个条件，也是希望咱来了解。自古早到现在，无一个讲流乱无受。作息，拢具备这个条件，有具备好，嘛有具备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所以老祖讲，故知贤为师者，微妙玄通，心可见。可想，较早，伊即个讲早的早，是迄个原始刚落来的早。贤为师说，贤为师者，真正。咧修学道的人，伊若无去受方便，无受着气啊，无受着气天这抢败这方便，伊本来具备落来，咧自性本好，自性的本地是微妙玄通，足微妙，足微个真理就是妙，妙个真理就是玄，到微妙言的，就是拢有法度通了解，深不可浅，但是姊妹，咱是伫遮往白了后，咱这怎啊跳过去？咱这跳过去。所以古读书讲朴的真经典，咱真天啊，古今道学，但是姊妹，读足侪册。一真足侪经典，咱真足侪天下古今的道学，书在经书课。所以讲你捌足侪字，读足侪经典，天下足侪古，足侪较早修炼倒来的这圣言佛祖，咱捌较侪，可是咱若无想，有法度无？毋是讲你捌足侪字，你就会转去，无可能。你看，六祖大经，六祖培元祖师，伊毋捌字，可是呢，伊后天业成道通，身受是这个教授师，捌足认真，伊我就能转去，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形。所以咱袂使是无解思考，所以书在经思考，思念稳固，安尼咱这心特别动，心特别动，事有成德，咱有经过来思考了后，咱的原来的心特别事情事错，所以咱这个稳固会调，安尼呢？咱叫心得，所以学书爱并用，不可偏废。所以学甲书两项爱并用，毋通偏废。悟道者入自间，
不然学生调团小记有啥物用？无都爱知，日子爱行。孔圣人曾经讲：我室友二我二自有学，三识二力，四识二不力，五识二天命，六识二理顺，七识二中心所用，不如己。你也看讲注意个，伊安尼甲咱讲，伊讲互咱做参考，伊毋是生来就做，咱就知影。讲我为生以利之者，好高敏以求之者也。历史里面是讲，伊就甲咱讲，说而不作，信而好讲，恰必有我落骗。伊过去真拢是写，伊是引证过去的先言。来写，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来悟道来走，立志来行。立定迄个志哦，咱逐年都咧立新春愿，咱逐年咧立个志哦，咱来坚持。不然学生调调小记有啥物用？也若无真学，真多学无进，学到起来以外小技术有啥物路用？今生有味，今年去世人大千世间，会感觉足无味，会感觉足无味个。来生又来，后世人又过来，后世人又过来。有经咱讲，三界如火炉，六道苦难苗。三界呢，哪像火炉遐尔咱烧，遐尔咱艰苦，伫种六道轮回内面，即个艰苦我都去甲描写出来。所以学艺术缺一不可啊，兄弟姊妹。所以学甲书缺一项都袂使，所以咱甲想，一节讲个拢无相像。孔圣人，因为咱来遮。是叫往北中央中，为往北清，为往北前尔，为爱佚佗，也为爱趁钱，为爱做大，为爱娱乐。人讲为兴小酒，为兴大利，我人个往北有小写，所以圣人伊就培足着处人，互咱学，互咱研究，互咱开悟。所以悟道要早，咱就起来研。悟道若无早，立志若无坚，时间咧过足紧啊！你只当咧讲过去，无这是啥个？我这两条了，即摆过来呢，7月半来啊，7月半过来呢，8月半过来，8月半来呢，5月就来啊！你一个节气，一个节气啊，算足紧。人讲年期中秋，尾期半，一年啊中秋节若来，一年差不多啊。1个月啦，月半若来1个月了，所以咱悟道一定要走。咱一定要志哦，一定要坚，一定要坚定。我的目标就是要转来西方，朝那个目标去走。虽是人讲走，咱用行，不要紧，慢慢来行，骹条稳，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行转来。行到一个久，有人把咱行转去，所以入着悟道要走，咱就是来行，安尼来，等下今生有味，今生若有味，转去到遐，等下你即口气来搁转去，你会想讲，会精心肝，会张开想，我毋相信，我一定要搁来，要过来呢，我的确要有机会来知道。所以来生个重来上过来，咱了解三界是诸火炉，三界是哪只火炉？六道是苦难苗，就是真太难生活，到有未变迁，只个六道是足艰苦，我就去来形容，所以呢，兄弟姊妹，咱一定要学甲书两项一定要平衡，所以袂使无平庸，无平庸，才几个问题。过来，第16章，
自然讲互一段书海也意啊。空性讲，早就一段下水了，拢就是海啊，拢就是无爱。慢讲对是了外后讲外后，咱的目的就是要创啥话？修道要修心，办道要尽心。咱有咧修道无？有咧修心无？这重要。毋是讲要坐禅坐好脱灵魂出窍，坐好咱去游天啊，游天啊要怎个？去一口气人来，人咱来破锁，破去甲你锁起来，你会创啥话？无来个，你就讲会转去，西方，这才是好。所以毋通讲互断是为而已。空性曾经来讲，虽小道有可观，彼岸讲理，是君主义啊。今仔咱的小小的这个技术，有哪有伊宝贵所在。毋过去学迄会走到去相对的搭对的我们讲彼岸讲理。袂转去路一条路，要转去也袂转去，咱这个我们讲，是君主义啊。那真正君主呢，袂去行这个小道，所以咱了解。这种的宗旨，孔子坚决反对世人研究无端邪说，定所有的杂学，以免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你甲看，真办到到结婚的时阵，乱世、越世、乱世的时阵，新闻都有，新闻都有，新闻都有。所以实际来讲，异端之学言，道学之学理，理讲难胜言。异端呢，足紧你看有上有，人过你看，真正真厉害。才真正真奥妙所以伊的实验，咱来了解道学是学味，道学的学是足味、足细味的，足微妙、足细味的，你无简单去发现所以你要看简单咧学孔子，讲种之米高，长之米坚，将之在前，不能在后。古之顺顺言先有言，通我一文。一步来，一步学，所以你起码咱一定爱去甲研究，彻底去甲了解。今仔日，毋是咱随进入道门，咱就随会当了解，咱就随当了解。所以我大希望讲咱，就过去这老钱连播出来，拢当叫落来学，会当透过这本册来研究，这本拢是空心的学。现在就是儒家的英文啊，都讲好这啊，儒家的英文，孔子咧讲的都是生活，都是真正修心的法门，无是啥做生活，你安尼讲是，无是啥做生活，就是咱修心的法门，这就是拢足实际，这就是拢属实际，咱的行乐，咱的提升，咱要如何提升，咱是安怎如何行乐。空性拢甲人讲甲做相似，所以甲人讲异端之学典，道学之学味，味呢江南盛宴，有啊，人伫报宴，异端宴足紧有看，随看互你感觉足好就对，我就来交伊行，足快乐，我就来交伊行，呢味这味呢，道学味无法度通盛宴。所以咱都叫这个宴游戏，咱都叫宴游戏。但是呢，宴呢学到尾啊无味，味呢愈学愈微妙，愈学愈妙，修大路这种感觉。所以虽然风味多强，什么人真正当了解，会当了解讲宴甲味。这个差别就是这样，所以世间的人讲，道德一经，我这次，咱人讲，天公立德，
然后讲恁伫讲迄，啊，拄着一件是偌济钱啊，价值伫对一行，哦，无当看，嘛无当算的啊。哦，前面我去甲伊讲遐物件，但是到尾你就真知影，拄着一件偌济钱，你有钱要当买，有钱要当买啊，哦，有钱要当买，哦，所以现今没法，世界教育只注重科技发展，现今是无法时间。世界的教育拢是重视这科技发展呀。哦，虽然冒出辅助资源，什么人会当冒出去？你家了冒出讲辅助，你讲即句话是咧讲哪话？哦，无人去家了，无人去家了。啊，若无人去家了无呢？会当了解袂？会当了解。观察公上道理。新闻咧讲啊，你看我最近的新闻报纸，哦，小可毋拄安怎？毋是甲你睇好死尔，全部落地。这个社会真正残忍的，看伊真正残忍的。哦，像一个站做15地，你甲讲，哦，够残忍的。哦啊，男士，这个人离开伊个生气，也袂晓啥物做，伊个轻视的心嘛，哦对啊。也迄落，毋是讲迄落粗暴自然，毋是讲迄毋捌字的人，哦，拢受高等教育咧做毋对，啊，所以咱来了解，社会愈来愈恶，世事愈来愈愈向残，愈残凶，哦，所以咱真正规划咱的前路，哦，咱一定要了解，哦，所以。管他公上道理，衣冠禽兽，真差不多拢安尼啦，差不多拢安尼啦。哦，拢无得注意这个公上，就公上安尼倒转来。哦，无得管理衣冠禽兽，回烧家己脚死人背，新酒变色，世界正常杀人无去，是我外国，外国外面的理念。是这世界外一个道理上，但是起码咱得了解。哦，真诶，有人咧讲公上伦理，除了咱伫道中咧讲公上伦理以外，伫社会、伫科技内面、伫学校内面咧讲公上伦理无啊啦，无人咧讲啊。哦，是讲我也无读书，我也毋啥知影，也无啥咧讲公上伦理。哦，啊咧，无人咧讲公上伦理。衣冠禽兽，既然无咧讲公上伦理呢，就交禽兽去。哦，就交禽兽去。啊，所以这个人有得互相互相保护无啊？回烧脚死人背，回烧脚死人背，心酒变色，宇宙当中对一个所在都拢变色。世界正常杀一个武器。世界呢，大家拢咧研究讲，我一粒子弹若拍出去，会当伤害偌济拄偌济。哦，你要看北韩，你个囡仔，啊交美国迄个传播，因大家拢咧研究即个核子武器，大家拢咧讲条件。啊，真个人就是讲，真个国家就是讲核子武器上大。哦，你若毋听我的，我甲你拍去就了你，要你寸草不离。正社会就是安尼，国际嘛是安尼，人生嘛是安尼，所以咱了解。虽然外国有伊的理念，虽然伊讲伊拍这做这是咧保护我国家、保护我的人民，不然成绩是世界外这个道路上，实际上是咧引世界外这的一条道路上，白色恐怖的信号。这就是白色恐怖的信号，眼前的政治面，咱个想，世界遮尔多眼前，遮尔多伊袂好的镜头，拢是化学的武器作战。已经空气叫做污染，已经水内面的污染，真正，就阮查某囝伫迄落啥，伫迄落，行政院内面，迄一个人讲过来，访问来讲啊，讲恁台湾人，迄
恁个胃嘛，咱食迄重的铁呢，安怎喘气就拢那像袂要紧，要安怎食那像拢袂要紧。讲哦，有可能来看着讲，恁食迄种含水啥拢袂食真诶，恁真正拢细菌足别人济，即空气中的细菌足别人济。哦，所以你看来讲，阮昨天顶下来讲，我讲无法度啊，讲是安尼讲嘛，无法度啊。哦，这要改变这，毋是咱无法度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感情的真谛吼。人类上不知，有诶知影，咱毋知影，咱人类毋知影，哦，咱人类毋知影，毋知影这就是安怎来，哦。有人知影，哦。也是讲讲的尔啦，有人知影嘛是讲讲尔啦，吼，无法去来阻止，见无识，不但无法阻止尔，大家拢认真研究，哦，继续厉害，但是起码咱这可怜的这经济上继续厉害，做先修罗文世，这个时阵就是修罗来的文世，台湾孔明五行团。大大的推翻了孔武子哦，而这过去传落这修团，拢得开哦打倒哦打消礼教，自这个礼教拢该拍消去哦，大创疑心，讲因安尼就是哦社会的进步，可怜九二哦痛定可哀，可怜咱九二元年。而且痛苦，点落这足痛苦的这情面内面，真假离婚，咱来到遮，真诶甲假，咱无去甲分详细。何时生亡未定呢？定是咱会当生亡未定啊，定是咱人听较少。咱定是的精神，都是咧压，但是讲讲尔啦，无咱讲讲是伊诶讲而已啦。哦，所以咱一定要痛哦，咱一定要痛苦来阻止咱这个肉身哦的这个固定啊。所以不同做大来讲哦，云端梦何时成？咱来到遮，来到他乡异土哦，来伫遮顶做梦，养时代精神啊。风尘别浪哦，别浪茫茫，来真世间，伫真可爱的，那亲像伫海中迄别浪，一卷一卷安尼一过一来过，叹人生有限，咱一定要哦，好啊欢喜哦，感叹深深的感叹，人生有限啊，岁月无情，岁月无情的哦。我会早起来较真，已经过去，袂用袂来。啊，足紧的呢，哦，咱了解足紧的呢，然后岁月无常，哦，日将暮，心将得，真啊，主要是搞出来。人啊，你啊，一头对模式，对不对？啥？真个辛苦本来，哦，正正当当，毋过呢，较年纪一来，就跳久的啊，稳久的，转眼。哦，转眼思别匆匆，目睭一年诶，头毛白就白，头毛人就人。哦，我就安尼想，哦，头毛人了啊，白叔叔啦，哦，安尼只卖，咱有当时啊，哦，你着来帮我们，你要照顾我们，哦，所以这最手的拢会惨啊，你个照顾我们，你逐个人讲，人生是理想，啊。所以呢，空恶会成见意见空，空来传导开，空来传导，成见意见空。哦，这个归空去了后，咱才知我迄阵了活咧，他毋加减做，所以人世俗讲一句话，讲买财哦是好代，哦买财是好代。啊，若讲买财是歹个对啦吼，讲好家财是好代啦。
你知，但是讲好加在，好加在，较早人咧讲，五极减少，极减增，啊，讲恶为先将义来讲讲，积罪业是方必伤，积罪业咱是要必伤。怎样讲？怎样讲？要安怎去见着天主呢？要安怎去见老娘？要安怎去见祖师爷？哦，差之时何，为之千里。会晓修甲袂晓修，差小可，毋过后日这个成就天堂，后日这个天地啊，差之时何，哦，为之千里。又个公饮思流水，快成就，好加修。公饮呢，哪像流水安尼？赶紧爬上船来，赶紧来修。所以孔圣人有一日带伊弟子，自在传上外，是家如师傅不想丢呀。啊，孔母祖呢，徛在头仔顶，哦，徛在头仔顶，啊，伊个水摕啊水咧流个水，甲伊个弟子讲：是家如师傅不想丢呀。到底咧过，到底咧过就亲像咧水安尼，啊咧一根一根一流过。死者如师傅，死者就是讲流过，无去的哪一个不下抽烟，命卡是咧过。咱个年龄嘛安尼啦。哦，你也袂当讲，我今仔无做上天，佫互我佫加留一日我，无可能。哦，有修，伊就讲；无修，伊就空去；有修，一直讲；无修，一直讲。哦，啊，过要佫倒转来，有可能无？无可能啊！所以咱一定爱了解，快上酒，好加修，赶紧来接受这种法尊啊！好来是，莫到春归动人愁，望春天走去啊来烦恼。人春是咧讲钱，在咧讲道，望道去咧烦道去修起来。咱离开这个世间，哦，啊，伫遐在咧烦恼，哦，莫到春归，哦，动人愁，反悔惜用，哦，人讲惜用有烦恼，可惜见无分。我倒转来，袂倒转来，惜用佫点的就是无完，哦，咱了解，风寒变白首，哦，免伊啦，面啊红红赤赤。今仔日呢，哦，今仔日已经哦，人讲目睭拢会面是好先啊，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啦。这大家都会，这过程大家都会有生就有死，有来就去。这人生就是安尼啊，哦，所以你若无甲真正甲想，学而不思则无法思而不则殆。你若无真正甲想一下，你会感觉，哦，我嘛是安尼过啊，安尼过。你过就是种空的啊，你过拢是假啊，哦，所以咱来了解。两花三会还手，两花三会，哦，两花四温，三皮应温，而且咧修完，咱了解。欲当朝早定朝，欲咱的兄弟姊妹，欲咱的同胞兄弟姊妹，大家赶紧的来接上一条，来接上一条船。哦，用咱的兄弟姊妹来接上这条船。木台破弯龙滚水悠悠，哦，唔通哦，无去坐啊，这条船哦，大水来叫降落，安尼，而且看咧船边仔咧平咧流，无小声。江上有人来救渡，哦，你伫这苦海遐沉沦，哦。啊，人都转去，你毋转去，哦，你伫这江上伫遮受着这个劫数来淘汰，哦，到迄个时阵，什么人要来救渡呢？江上有人来救渡，那是把水有，把水有。到迄个时阵，你要怨咱什么人？到迄个时阵，你要怨咱什么人？佛陀安尼讲啊，一定会可能话，当时把水有，把水有，你要怨咱啥？人甲你讲，你就毋听，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哦，主法17章主法有
回你低气吼，低气为低气，不低为不低是低啊。孔子讲中医，朱老讲，这个地方就是朱老中医，啊，朱老讲，孔子讲，朱老啊，我教你的道理，你知影就讲知影哦，啊，唔知影就讲唔知影哦，我教你的道理，知你就讲知，唔知你就讲唔知哦。这倒是真正有智慧哦，所以弟姊妹，咱伫遮研究，你倒去去看，你若唔知，我无了解，我若来你就讲问我，我就搁问，因为有咧研究，有咧看，会较了解，无咱的前言，咱免点本书，经典是要互大家看，经典是要互大家看。所以一条咱来宗旨，孔子各改诸罗，尽低其德，绝对不可容易不低为不低，不可绝对不可容易不低为低。所以讲到转来，就是讲孔子就讲，诸罗啊，你知就讲知哦，唔知你就讲唔知哦，唔通自作聪明哦，唔知也讲知哦，弟姊妹。咱今日伫遮，知就讲知，唔知就讲唔知，唔通唔知也讲知，互咱修道的前提，我拄则讲，一本《论语》就是儒家的生活，儒家的生活，讲你大家较中的有哪有？但是《论语》一节一节拢是修身的代表，你来看，咱今日来读这几节。拢讲无相像，拢讲无相像哦。头仔来讲，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第二就讲学而不思，就讲思而不学则殆所以，过来咱讲无以断，思来也易过来讲有也回你低气不低为不低，低气为低气，不低为不低孔子直接叫诸罗。12，夫子直接叫先贤诸罗之言，各解宇宙真理是绝对的，宇宙的真理是绝对的。如无真理确见，而强以为知，会错误到底，误人误己误人。咱来了解，孔子直接叫诸罗因为诸罗这个人呢，较土性。这个人呢，叫孔子上好，三千弟子，孔子上听这个言言，过来就大听诸罗。诸罗不时阵伫伊身躯边，伊曾经讲过，讲自由啊，我自由讲恶言恶语不是我哩，我有中医，以后什么人都唔敢来我身躯边。讲出歹个诸罗是母的，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诸罗是孔子的母法咱连民主宪章并重视孔子的母法所以咱慢慢来研究咱拢会去甲了解，所以孔子特别叫诸罗的名，各解宇宙的真理是绝对的。咱咧讲这个道的物件是绝对体的物件，无对待。咱今伫遮咧讲的咧研究的，咧读圣贤册无对待，对就是对的，绝对无对待，咱一定爱甲认定所以，如真理确见，而强以为知。会错误到底，误己误人伊讲呢，如果你若无真知确见，你若无正确的了解，无真正体会了解，你若是讲你已经拢足了解，一定会错误到底。你若唔知讲知，你会错误到底。不但你误己，甚至你误人啊！人之修道。修道人越修越爱民主，恁有感觉？修道人越修越爱民
主。是啊，都是咱毋是要脱离轮回呢，虽然规身躯会惊人呢，真够是万年足济哦，你有真了解是足济哦，足济。喂，领袂得就对啊。我若是要反正领命啊，我要做点文书啊。你毋知做点文书偌艰苦呢？打迄打足先来打偌艰苦呢？伊要做啊，以后这个做比咱搁较难。你嘛想，做这本书不能超过你，大家讲，简单出安怎，出安怎？你拢是假，你要真正，伊打是偌重呢？心中义道远呢，人以为记音不会中哦。迄前主讲的嘛，书不可不方言，人中义道远，人以为记音不会中哦，属于何以归还？当然水呢，伊袂使讲我要停运呢，所以都来下心呢。前主曾叫你讲啊，前主写大学啊，伊就安尼讲啊，书不可不方言，得道人，你可以书一个心会得教一回，会得教一回。这个书我教一回，就是得道人变成圣人啊！毋是普通的人，袂使这部方强的毅力。书不可以不方言，人用义道远。这个责任是足重的呢，这条路是得行足远呢。这种话讲，人以为记任呢，人儒家人就是道啊。你的责任是爱共好行呢，足白兄弟姊妹咧看你呢，你无担行是大家拢伫你后壁咧对呢。所以你不认真哦，你唔行，袂使呢。人以为记任不会中哦。属于何以不会管？要打到定是打到死呢？兄弟姊妹，人修道爱认真，修道修心，咱尽量来做，尽咱的责任来做。方指定就得无话讲，你若无，咱唔得啊。阮遐就人安尼，阮的大家就人安尼。领就领无着，领命领无着。抓地改起来，所以兄弟姊妹，修行人爱认真，是安讲。所以这个民主还是修道人领导，这个民主还是修道人作者。我们修道书，哈哈再哈哈，咱修道兄弟姊妹，苦劳加外。爱哈哈再哈哈，这但是咱应该啦，这咱就是应该，哈哈再哈哈，都得点着这种讲老主啊，知不知常，不知知变，为平平是不变，性而不变，以其平平是不变，就是讲到尾啊，一种来讲，知不知常，可能计划，可能计划。伊知，伊毋敢讲伊知，伊就讲伊无作知，但咱无见面，甲我指导，佫较加了。你讲你知，人就莫甲你讲啊，知道你知道啊。不知知变，毋知讲知，则是咧病；不知知变，毋知讲知，人则是咧病。为平平是不变，所以咱了解，行，甲咱的心，佫较叫啊，方讲咱拢不紧，只要咱这样做，所以等以后你就做对了，性情不变，以其平变。性命伊袂变，伊知影，所以伊去做计划了，人以为会变，伊慢慢是不变，所以真正会不变是安尼，
所以现如白莲甘珠还说，用歌民间，用几米间，用几米歌，攒几米间，干那那个，伊讲哦，主人都拢看愈悬啊，拢家研究，哦，愈深啊，愈家研究，愈有法度通了解啊。用几米歌，攒几米间啊，哦，将前不落，将计在前，不言在后。甲看咱就伫面头前啊，忽然间咧走就了解，将计在前，不言在后。哦，会这个感觉。哦，所以有主咱讲，实讲有主顺顺，天仙有情。哦，好伊混的，有满意的。所以慢慢去甲研究，慢慢去甲体会，伊就真正咱去甲了解。哦，将前不落其他，上一讲。食无三杯应菜，就要上时间，敢会？人无爱自己无地，我请靠，我所信我这人更是用要爱看功夫啊，咱你先头会爱看功夫，你对咱坐，你真正先倒转来看功夫啦，莫讲食无三杯应菜就是我想要上时间。无下之间事，哇！今仔日，五光十色，五毒世界，五无大人没问题，没问的定势，真的五光十色，大真世界，你看啥物都有，没有啥物袂有，你就唔知叫袂呀。所以这个五毒世界内面，五无大人没问题，有影？一时阵你用不说啥？你若我从正德讲咧，又搁咧啉迄个，什么迄个咩药咧？然后正吐，我俩厝边后壁咧过来开过去啊，几年，我是粮食都有世间的粮食都有要来甲你卖。所以小米是心，就袂分品种。咱若有足注意，咱就简单就这个品种。况且建立是受到咱一代障碍，况且建立是受到咱一代障碍。足济看到了后叫你莫去做，这就是建立。目睭看会叫叫你安尼做，所以袂使不了解，不分不达公，众生为无明，道地烦恼中，众生就是对了这无明，所以咱就是互咱的烦恼流转于三界之生生世世，翻本流转伫这三界生生死死。唔知要去咧倒，嘛要转嘛无路转啊！所以生生世世翻本修行是解脱之障碍，想有人写个想来学艺不思，思艺不好。空性这头前个人讲嘅，修行是解脱之阻碍，你。想就做这你想袂，所以你解脱就叫这个想袂嘛去，而且有事种甲理种，凡事种甲理种，事种种文理种种菩萨，而且有事种事藏甲理藏，事种甲理种，事种是种文，咱来到这，有足济代志来买卖咱，足济代志来买卖咱，是我人毋知转去，眼前是咱凡夫去互买卖去，看到人来趁钱咱就足满意啦，认真来减赚啦，认真来减投资啦，是种种烦，理种甲种菩萨，这个理念。足济人
收长期足侪人在收的人，头脑好的人一大堆啊，写足侪册出来，啊写出来，伊写对甲毋对，咱真正这个卡，咱毋知影。所以，只个就将来含菩萨都去将来去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所以，无主之主，先贤主路。所以，孔圣人直接就叫先贤主路。伊讲咱行许袂歹去，咱讲知次为知次，不知为不知是伊啊。咱来讲，你知就讲知哦，毋知你就讲毋知哦。安尼倒是真正知哦。这是修道士因重要的观念。即句话是修道士足重要的观念。所以咱伫道中踮咧学、踮咧研究，咱若毋知，就爱问。毋通毋问，毋知就讲知啦。伊讲个嘛拢听是听，你就做袂知。听是听，要无你的听无一定是对。哦，所以彻底知影。再讲白讲，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讲圣人讲啊，伫学字第二就这样讲。温故知新，将过去圣贤老母的这些，你家看，家研究，就新的道理走出来，通做咱的老师哦，来引导咱来修行。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毋是讲你读册册后，即个做咱的老师。我记得嘛是安尼想，好，我恁咧读这个册啦，做咱的老师毋是，做咱的老师。哦，你知影这个新的道理出来了后，会当做咱的老师来领导咱。圣贤这经典是要留有法互咱看，来领导咱，会当进步生命的过程。哦，这咱一定要了解。哦，所以呢，袂使唔知，所以这是修道士很重要的观念。师道无二理，这条路无第二条路。哦，在春秋时18破音，伫春秋的时阵，迄个时阵就18破音的，啊，迄个时阵就18破音的。啊，知路无用，现来啊，现来时势，知路无用，徛伫迄时用法，一只羊啊，毋知要对对倒。唔知要对对对，哦，这是真个代志。有心学道者，忘用平谈；有心学道的人，徛伫真，汪洋大海者，直接咧万般无，毋知要对调。道运是当场体验，道运的时阵，你毋知影对调倒来。道运的时阵，你叫我当你做着，我当你做着。是即大家报道呢，无遐简单，你得着到。我当时安尼想，好奇，大概报道，拄咱若真正出去做人，也拄伫咱中原，咱大家当对着，所以若无咱毋知等去，咱有咱一只知路无用，所以道运的时阵，咱亲像当面体验，当场体验，无问题入，无问人体验，老主讲。道德无清，义行尽义，心放明珠，早早归根。老主来分享咱，道德无清言，也阁讲袂清，也阁讲袂清。心放明珠，咱来搞出明珠，早早归根。道德无清言，你有甲咱讲迄关条是对了无？所以也讲袂清，讲袂清。所以，咱来访问方书论道，早早来归根进步。所以，修道要有明确的看法，不可胡猜。所以，修道弟姊妹，咱爱有明确的看法，毋通糊涂，毋通糊涂啊！所以，命看一节一节的讲到无形象，主路是孔子的时代大天呢，正史就讲讲主染去捌几路呢？几路就是讲主路啊，
所以是时代替人教的济。哦，电话控制这个时代的什么？德行讲谈言民主偏见比例重中，言语是讲灾难啊主控，主正事就讲染伊甲几咯，文学就讲主义甲主义，所以文学主义甲主义两个相同，所以这时代地主是孔武主的实际内面孔武主的迄个中宫呢，可以南面做皇帝，雍雅可属南面，第六章注意中宫话讲，雍雅可属南面，中宫会使坐白条人做皇帝啦。所以你讲第四个改变民主偏见比喻中宫第四个把伫德行第四个可以做皇帝的德行可以做皇帝可见感念安怎样？三个弟兄们，感念今仔日有可能听见了个德行是安怎？伊讲顺好人了，无人了，有为者会作死，顺嘛是这人，我嘛是这人，我若要认真揣来做，我后头咱揣更加个办。所以以顺命为目标，所以咱今仔日嘛是安尼做咱今仔日嘛安尼做。感谢，谢谢。我啉一个。请讲。所以咱主题，伊就以顺命为目标，顺好人了，无好人了，有为者会作死。咱今仔日，看人要效什么人，咱事主事我老代志，咱无劳前进。咱看咱要做，咱就安尼做。头高了就安尼做，后日啊，因会转去，咱死啊照安尼照，咱就袂转。这真正代志啊！无迄个伊会转去，咱袂转。你看，顺地生性，男主生福性，嘛生性。无呢，伊较有钱，人民讲一点，无啊，一单手一表演在落话。那讲这个讲无了讲，人不堪其忧，话不盖其容，太阳处之啊。真正，咱比较好养不老肥，好养不老肥。希望咱唔讲，咱也唔能到底大，咱也唔能讲一单手一表演。人会转去，咱袂转去，所以咱后日要精心看，光头壳才会使。咩啊？一定要注意，袂使一步注意。所以修道要有明确的看法，不过糊涂菜。来，别再。主中谈道，主外道文决议，信言基有，即官有；道见扩大，信言基有。即官会，言官有，言官会，乐在其中的。主中是有咱孔子学生，伊即有咱足够学生，伊来拜孔子学册，伊毋是讲要来学，伊要来为做官，伊要来为做官，感动都是要来做官，所以孔子讲，道文决议，较认真听咧，未晓了解，未晓了解。基有即官信言官，信言基有，安尼你要捌咧，要讲，来去谨慎咧，即官有过程足少。道见扩大，信言基有，即官会，较认真看咧，较认真看咧，也毋捌咧，毋通做，危险。信言基有，要做诶，捌咧要做诶，爱甲注意诶，即官话，自然你就会做了毋对，就会后悔。言官有，言官话，乐在其中诶，
你若当言官一样，行官会，你的路就是其中，还是之外，咱今仔日实验，咱能不能会当言官言行官会，路在其中，后日免惊咱无高明，你是真代志啊！而且讲是教主中做官，其实嘛是咧教咱修行人诶。教伊弟子，每一个修行人诶，你爱爱多闻缺义，慎研究，即关多见扩大，慎研究，即关话，言官与行官话，都在其中。过厝若少，对若做较济，你后日各位就直接走出来即阵的表的反应就是讲，主张先搞做官的力，讲出讲，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不要讲无把握的话，即使有把握，讲话也会谨慎，就连减少言论的过程，多看看他人的作为，不要把无把握的事。即使不要做无把握的事了，即使有把握，行动也爱谨慎，就能减少行为上误会。说话少过实，行为少误会，就连都好看命运，咱会当做拢对较侪，过做较少，即太无高明，免惊无高明。那我们想讲，我后日到底等西方要摆倒一个，只要安尼做得。这讲信人咧讲这拢真正心愿呢，真拢真心愿呢，句句拢是足奥妙的，句句拢是足奥妙的。教人毋是袂使做官，毋是袂使食头路，毋是袂使做生意，会使，只要你照我来，所以一种的宗旨。主张上要合规管之道，因而孔子特别告诫伊，必须要谨言慎言。即句话是咱修道人一定爱做的物件。咱修道人若当谨言慎言，人会甲咱学嘛。大家来讲，一贯道某人，其实由于贯道了，伊这讲话，伊这行为，伊这行动，拢足正确的，讲话拢袂乌白讲。咱就咱学了，咱若真正咱谨言，讲话足谨慎的，伫咱的行为当中行动，有哪足谨慎？谨言慎行咱会甲学了嘛？毋是道中甲咱学了，道外道甲咱学了，毋是厝边甲咱学了，规整就甲咱学了，遐尼起码接触这个代志啊，所以这毋是修什么方法吗？这性就是安尼讲，多见多闻是破，多见多闻是破，看较济，听较济，学较济，这是破，破大多见多闻。你多见多闻就是破，小心言论不敌所讲，讲话较谨慎的，较小心的，你这讲话才袂讲到无话，不敌所讲所讲就是讲伊一条命，所以讲，目水是为官啊，就是做百姓家也可以，莫讲去做官，就是做百姓家，做百姓嘛是袂使离开这个原则，莫讲做百姓，咱修行人嘛袂使离开这个原则啊，爱多见多闻是嘛。正面言论去动着别，所以就是即卖，要多见多闻经典较直看咧，宣传较直参版咧，咱即回伫咱中心开着啲班，开迄个经典班拢讲着一经，我听阮遐有去参班的人讲，足好讲的讲啊足好讲的，是毋是安尼？所以呢。逐个人拢有逐个人的另外所在，
伊徛伫讲台咧，伊尽量嘛要讲我足好听，尽量嘛要讲我足准诶，所以咱去听是咱福气诶。伊要讲要来互咱听，毋是遐简单呢，就安尼看，搁再看，搁再看，改搁再改，搁再改。哪有遐人讲出来呢？你袂听讲看无，有当讲5分钟尔，是嘛？真正诶代志啊！我是讲。 对这两句我较爱看，我要来遮以前呢，我若是遮等下，我嘛拢来认真看，看几落遍呢，几落遍，我嘛拢听讲来遮讲到无意思的现象，所以大家做，唔使要做，研究看，看经典，心当然会想，我这个心不是嘛会想，看电视，看连续剧，看有心当然。 你知道快乐对要来啦，要快乐是啥？快乐就收到咱长大快乐，喜爱是讲得奖的，来是人多，但是真正的快乐，这是这个代志所以袂使就不了解主啊，人家人啊，反过来讲，人家人讲出来讲。 人这个人就是要很人去做，人就是要很人去做。咱人呢，来遮是自家用，就是要做人，人伊咧就是来是，达到人的境界，这是做人应受的本分做人应受的本分这是做人应该是人家人呀。 怎好信靠开河？会使讲，咱要讲就要讲一大堆咧。因为咱学道底有修行人，咱毋通做讲我要修行，讲我是会学，我知影修行做不来，我来学。讲较谦虚，讲我来学可是讲咱是咧学修行人讲话。 袂使无算话随便改，还是我讲一大堆，要讲上介绍，讲个师尊师傅介绍，讲个前人介绍，讲个点样子介绍，讲话爱负责，尤其咱学道人讲话更爱负责，所以袂使胡乱讲。这是一般人的通病，普通人的通病，普通人是普通人，咱学道人袂使。 所以一般人通病，就是讲信靠开河，讲话无算话，随便改改。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间本来就单纯的物件。咱普通人乌白改、乌白讲一大堆，庸人自扰之。讲来无钱，人讲人来互拄咱互这人来就变去是不是？ 这你若妈咧，我袂错，我袂讲人生人要特别。因为我都会过传了嘛，难听做。所以祖先先人注定生活，无主不反对，讲无主不反对，就是讲出去观念发挥，出去观念发挥，将平生甲佛祖所学实践出来。 可用明显言话，主张来拜孔子做学，伊讲孔子伊来拜孔子中来拜孔子做门要学做官，伊的志愿就是想要学做官。孔子无反对，孔子无讲你袂使啦，我这是咧修行所在袂使，伊无反对。 伊讲出去观点发挥，将你平生甲佛祖所学的实践出来。你是要含能所学的，甲做出来，可用名，可用名声，可以将你的名声来显露出来，显福报，将你的时代的名来流露出来，这是不可能。